要算过海无？海算过，但是老实讲，我惊水。安尼太可惜了。我是60岁才会晓游水。足侪时代有讲着愿意做志工，无愿意出来做工课，因为惊会互别人感觉讲逝世是不是无有效？96岁阿嬷照顾98岁的阿公啦，老够老，有啥物爱注意？身体健康嘛爱注意，情绪嘛爱注意。有当时真正压力足大的，咱嘛免客气，爱有一个替手。咱咧讲喘息服务。是大人有两个上好的优点。我甲你讲我要做啥吼，你今仔爱负责啥？真正做照期工拢处理工。第二个就是稳定。到70岁、80岁的时阵吼。你的年岁甲你的身体的机能拢无关系啊，所以阮有一个会员108岁，即马搁咧拍球拢球安尼，请收看《食老报土豆》。